傷者經過自我檢查之後，確認身體冇任何受傷，又想起身揾電話通知屋企人或者朋友嚟協助，呢個時候應該點做呢？首先嘗試屈起一邊嘅膝頭哥，然後用手撐起身體，將身轉往另外一邊。稍為休息一陣之後，雙手就用力慢慢撐住身體，並且再坐穩休息下。當知道電話喺邊度嘅時候，就慢慢用雙腳支撐身體向後退，而同時雙手亦都輔助支撐，慢慢一步一步咁移去電話嘅位置。當揾到電話之後，就可以打電話揾屋企人或者揾朋友幫手啦。如果發現腳踭受傷，其實方法都係大致相同，只需要留意屈起嘅一邊膝頭哥係冇受傷嘅。同樣地，將冇受傷嘅一邊膝頭哥屈起，然後用力撐起將個身體，稍為休息一陣之後，就可以將身體慢慢向後褪。要注意嘅地方係，冇受傷嘅腳係發力，而有受傷嘅腳係唔需要用力嘅。同樣地，以雙手輔助，慢慢咁樣褪到去電話嘅位置。攞到電話之後，就可以打電話通知屋企人或者你嘅朋友㗎喇。傷者如果能力所及，可以慢慢撐起個身，首先稍作休息，然之後就好似 BB 咁樣爬行，慢慢一步一步咁爬到去電話嘅位置，再攞起電話，然之後就可以打電話俾朋友或者家人尋求協助。點樣從地下企返起身或者坐喺梳化上邊？如果傷者同樣能力所及，可以慢慢撐起身體。撐起身體之後，稍為休息，亦都好似頭先咁樣 BB 爬嘅方法，爬到張凳前邊。如果張凳唔係靠牆嘅，可以慢慢將張凳推到去一啲靠牆嘅位置，然之後雙手撐起，慢慢咁爬上張凳度，坐穩，休息一陣。如果屋企係梳化嘅，道理亦都係相同。坐穩之後，揾到電話就可以打電話同屋企人或者朋友求助。